婚林的启动农会公布，今年年尾奖金平均有10.4个月创下新高，初三就员工领到正百万的年尾奖金。启动农会表示，这几年农会经营家己的品牌，用茶饮饮来行销，拢互生意是加真好，也透过奖金，互员工提升服务品质，真做好的循环。农会员工愈加紧铺下，看到年终奖金至少笑甲真欢喜。伫农会服务我40年的林先生，伊就领我100万奖金。伊也讲，这是伊伫农会工作生涯领上侪年终奖金一摆。6位数，将近7位数了。最近这2年又成长的突飞猛进的，最近这2年。这是你第几次的年终？第3次的年终。第3次。这次领多少？这次哦，6位数。6位数。启动农会表示，农会员工大约50人，今年有2个人年终奖金超过100万，年资上资前一年的年终奖金要40万，平均年终奖金10.4个月，创2年上悬。上主要就是透过结合指标经营，以自创品牌，翕茶饮饮店行销，提高销售效益。各个方面拍短影音，我们做团购、做社团，我觉得一起把所有同事的士气带上来之外，我们也带来了高额的年终奖金，10.4个月，不是梦。我告诉我们同事，双薪更不是梦。启动农会表示，过去农民上烦恼的就是农产品销售通路少，也不过最近几年农会积极转型，让在地农产品卖真好，农民收入自然增加。再加上以悬的奖金制度经营，让农会同仁服务提升，绩效变悬，要让服务农民正做良性循环。公信新闻采访报道。